各位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5月2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3篇12节到22节。出埃及記19章第1節到第9節 A， 使徒行傳第2章第1節到11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選民。選民會通講是猶太人上掠做驕傲的一個身份。但是選民到底是甚麼貨？猶太人並無非常正確來了解甲遵守。咱攏知影，選民這個概念是對亞伯拉罕受上帝的呼召來跟對上帝，佮領受到上帝特別的恩典，予伊成做大國甲多國的老爸，傳承落來一個身份的認同。但是千萬毋通誤解，這個選民是一個特有的領受恩典甲這個束縛爾吼。其實選民更較重要的代志呢，就是遵守上帝的誡命，來跟對上帝的腳步，並且愛領受上帝的呼召甲冊勸。因個時陣，基督徒甲教會同工，嘛甲猶太人同款，分袂清楚家己的呼召的先後次序甲重要的次序，造成教會服侍的混亂。今仔日的經文出埃及記19章第1節到第9節，上帝吩咐摩西愛交代受競選的以色列人遵行上帝的誡命，這值得咱來學習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了後，佇第3個月的初一來到佇西奈的曠野，因離開非定來到佇西奈的曠野，就佇迄個山的對面紮營。摩西上山調去上主，上主對山兒叫摩西講：你看，你着對雅各的後代以色列宣布。我對埃及人所做的事，恁攏有看到，嘛知我安怎親像鷹鳥用舌載恁，帶恁到歸佇我。但恁若切實聽嘆我的話，遵守我的約，就會佇列國的中間做我的子民，全地攏是我的。毋過恁是歸屬於我的，是祭司的國度，聖潔的國民。你着將這的話對以色列人講。摩西去召集以色列的長老，將上主命令的話攏甲因講。人民齊聲應講，上主所講的，阮攏要遵行。摩西就將人民的話回復上主。上主甲摩西講：我要佇密雲的中間來你這，予人民聽見我對甲你的講話，通永遠信任你。過幾天就是聖神降臨節，耶穌基督的門徒對好人逃走，一直到領受聖神的充滿甲呼召。使徒行傳第2章第1節到11節記載着五旬節，聖神降臨，予這個使徒的服侍吼。五旬節的日到，門徒攏聚集佇一個所在，忽然間有聲對天頂來，親像透大風，充滿因坐的規間厝，閣有親像分開的火柱對因出現，曉佇逐個人的頂面，因攏受聖神的充滿，照聖神予因的才能，開始講別種的語言。迄時有一寡虔誠的猶太人對世界各國來，住佇耶路撒冷，聽到這個聲響，眾人就攏聚集過來，因為逐個人聽到門徒用因的本地話講因的話，煞戇去，因着驚閣奇怪，講：你看，這個在講話，敢毋是攏加利利人嗎？咱哪會聽到因攏用咱逐個人住的所在的語言在講話？
咱这个提帕阿人、美地阿人、伊南人，以及对美索不达米亚、犹太、甲加别多加、本都甲亚细亚、弗利加甲邦菲利亚、埃及甲我近着古年来的利比亚地区内的人，嘛有对罗马的厝外人，内面有犹太人。改宗入犹太教的人，阁有克里特人、阿拉伯人，咱竟然听到因拢用咱的在地的话，讲起上帝所做伟大的代志。诗篇33篇12节到22节，连上主做上帝迄个国真有福气，受竞选做伊产业迄个子民真有福气。上主对天顶在看，看见拢总的世间人，伊对伊的宝座看落去，看地上所有的子民，依着正人的心，了解因一切的作为。君王袂因为兵济就胜利，勇士袂因为气力大就会赢。靠战马无一定会太赢，靠马的威力无一定会救人。上主的目睭看顾敬畏伊的人，眷顾仰望伊慈爱的人。伊会救因的性命脱离死亡，保存因度过艰险。我的心神听候上主，伊是阮的帮赞，阮的盾牌。我的心要因为伊来欢喜，因为阮倚靠伊的性命。上主啊，愿你的慈爱喜乐互阮，因为阮仰望你。恳求听阮的上帝显示圣神的智慧甲气力，互阮明白基督徒的呼召甲使命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